福处大会有7种第一义，所谓心境界、非境界、智境界、见境界、超离见境界、超主地境界、如来自度境界。大会处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自如来应供顶正觉，成自性第一义心。以成自性第一义心，成就如来世间，出世间，出世间上上法，性慧眼，入自供上建立，如所建立，不以外道论恶见供。大会分何外道论恶见供呢？所谓自境界妄想见，不觉识自心所现，分则不同。大会依此凡夫性、无性、自性第一义作利见论。福处大会妄想三有苦灭，无知爱业缘灭，自心所现幻见随见，今当说。大会若有沙门婆罗门，欲令无种有种因果现，即事时住原因界立生住，迄缘生依灭。大会彼若上士，若事若生若有，若涅槃，若道，若业，若果，若地，破坏断灭论，所以者何？以此现前不可得，及见识非分故。大会譬如破瓶不作瓶事，亦如骄种不做雅事。如是大会若因界入性以灭尽灭动灭，自心妄想见无因果，彼无处地心。大会若复说无种有种色，三缘合生者，故应生魔，沙应出油，理中即块微决定义。有种无种说，有如是过，所作事业实空无义。大会彼诸外道说有三缘合生者，所作方便因果自相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有种无种相，从本以来生死相成，各相地转，自经故失去，作如是说。如是大会以此凡夫恶见所害，舍却未罪，无地妄称一切智说。大会若复诸于沙门婆罗门，见离自性，呼魂慧轮，见达破城，无生幻焰水月极妄，内外心现妄想无数虚伪，不离自心。
梦想因缘灭尽，你梦想说所说，观所观，受用建立心之重识，以识境界，摄受及摄受者不相应，无所有境界，离生自灭，自心起随入分别，大会比菩萨不久，当得生死涅槃平等，大比较方便，无开发方便，大会比一切众生界，皆识如幻，不勤因缘，远离内外境界，心外无所见，处地随入无上处，处地随入从地至地三昧境界，界三界如幻，分别观察，当得如幻三昧，道自心现无所有，得自破裂波罗蜜，舍离彼生所作，方便金刚无三摩提，随入如来心，随入如如化，心通自在，自比方便，具足庄严，定入一切佛刹，外道入处，离心意识，是菩萨暂处转心，得如来心，大会是故欲得如来随入心者，得远离因界入心，因缘所作方便，生自灭梦想虚伪，唯心得尽，观察无事虚伪，过妄想习气，因三有思维无所有，佛地无生，道自觉性处，自心自在，道无开发行，如随众色摩尼，随入众生微细之心，利益化身，随心量度，诸地暂处相似建立，是故大会注释谈善应当修学，你是大会菩萨，复别佛言，世尊所说心意意识我法自性相，一切诸佛菩萨所行，自心见定，所缘境界不和合显示，一切说成真实相，一切佛语心为灵溪国摩罗耶山海中住处诸大菩萨，随如来所谈海龙总识境界发心。你是世尊故大会菩萨言：树因缘果，眼识转，何等为事？为自心现摄受不觉，无事虚伪，过色习气，计着色性自色，欲见种种色相，大会是名四种因缘水流处，总色转色龙生，大会如眼识，
一切资金微尘，毛孔自生，随处境界生，益福如是。譬如明镜，现众色相，大慧犹如明风吹大海水，外境界风飘动心海，色浪不断，淫所作相而不异，合业成相，深入界着，不能了知色等自性，故五色心转。大慧即彼五色心，具因差别分段相知，当知是二色，因彼心转，彼不作是念。五顶转相因，自心现，梦想继续转。离彼个个坏相自转，分别境界，分段差别，为彼转。如修行者入禅三昧，微细习气转离不觉知，离作是念，息灭然后入禅正修，息不息灭离入正修，以习气静止不灭，故不灭。以境界转摄受不记，故灭。大慧如是微细众色究竟边际，独诸如来及诸地菩萨，诸声闻缘觉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，一切不能测量。决了一地上智慧，卡便分别，决断具义，最胜无边善根善识，离自心现，妄想虚伪，愿做三人，下中上修，宁静自心，妄想留住。无量刹土，诸佛灌顶，得自在力，神通三昧。诸善知识，佛子灌输，彼心而意识，自心所现自性境界，虚妄之相，生死有害，业爱无知，如是定因。适宜超度，是故大慧。诸修行者应当亲近，最胜知识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理说偈言：譬如机海浪，时有猛风起。风破果明黑，无有断绝时。众色海相助，境界风所动。种种自色浪，天要离转生。天车种种色，可汝急照密。但未种花果，日月以光明。非义非不义，海水起波浪。七色亦如是，心具和合性。譬如海水变，种种波浪转。七色亦如是，心具和合性。
为彼总色处，种种自色转。为伊彼意识，思维自相异。不坏常有别，无常亦无常。譬如海波浪，实质无差别。自色心如是，义亦不可得。心名采职业，意名讲采集。自色色所识，现定见说我。尔时大慧菩萨以其问曰：天车自色相，众生法自色。如龙种种法，云何为愿说？尔时世尊以其答曰：天车自杂色，波浪色无有。采集业说心，开悟自凡夫。彼业色无有，自心所摄离。所摄无所摄，以彼彼龙同。受用建立心，是众生现色。以彼现自业，譬如水波浪。尔时大慧菩萨复说偈言：大海波浪性，果有可分别。总以业如是，何故不觉知？尔时世尊以其答曰：凡夫无智慧，总识如其海。业相由波浪，以彼譬雷通。尔时大慧菩萨复说偈言：离出光顶照，下中上众生。如来照世间，为伊说真实。以分布诸法，何故不说实？尔时世尊以其答曰：若说真实者，彼心无真实。譬如海波浪，镜中常急梦。一切即是现，心境界亦然。境界不异故，此地业转生。色者色所识，义者义为然。我执以现，无有定此地。譬如工为师，急以为弟子。报菜多种形，我说亦如是。采色本无门，非别亦非数。为悦众生故，以此会众相，会众相，言说别实行。真实离名利，分别应错业。修行是真实，真实自我处。各相所隔离，此为佛自说。有者讲分别，种种皆如幻。虽现无真实，如是种种说。虽是别事实，所说
非所用，以彼为非说，彼彼诸病人，良医随处方，如来为众生，随心应量说，梦想非境界，声闻亦非分，爱悯皆所说，自觉之境界。复次大会，欲菩萨摩诃萨欲知自心现量，摄受及摄受者梦想境界，当离群色属睡眠，初中后夜，常自觉悟修行方便，当离恶见经论言说，及诸声闻缘觉性相，当通达自心现梦想之相。后次大会，菩萨摩诃萨建立智慧上自意，以上圣智三相，当勤修学，何等为圣智三相？当勤修学咧。所谓无所有相，一切诸佛自愿处相，自觉圣智究竟之相。修行得处意，能舍报离心非智相，得最胜主第八之地。即以彼上三相修成，大会无所有相者，为声闻缘觉及外道相。彼修实性，大会自愿处相者，为诸仙佛自愿处修成，大会自觉圣智究竟相者，一切法相无所计着，得如幻三昧心。诸佛地处正处行性，大会是名圣智三相。欲成就处圣智三相者，能到自觉圣智境界。是故大会圣智三相，当勤修学。